不擇面面啦。有小龍啊，當然唔少得大龍啦。龍柱，紅色號嘅大龍出現啦！仲有好多師傅啦，一齊咧舞動呢個大龍入嚟我哋呢個大球場裏面同大家打招呼啦！據我所知咧，呢一條嘅銀龍係新定製嘅喎，因為咧喺2013年3月31號嘅時候咧，係已經進行咗銀龍開光嘅典禮嘅，而喺今次咧嘅巡遊匯演裏面咧，佢哋亦都係準備就緒，為我哋咧帶嚟最精彩嘅演出。顏色真係好靚啊！你再望下嗰個龍珠，哇！而且真係神龍見首不見尾啊！哇！係啊，龍呢仲未見到啊！大啊呢條龍！而且見到龍頭咧非常之大啊，乍一望落去應該有高過一個成年人嘅。慶同花炮會嘅會員眾多，你望下幾多着住制服嘅會員一齊參加今日呢一項盛事。喺度咧亦都講下舞龍嘅一啲歷史啦。其實咧自古以嚟咧，炎黃子孫即係中國人咧，都係以龍的傳人咧係自封嘅。而龍咧喺中華民族嗰度係代表咗吉祥啊、尊貴、勇猛，同埋咧有權力嘅象徵嘅意思嘅。而傳説中咧龍咧能夠上咧能夠騰雲駕霧嘅喎，而且能夠翻江倒海啊！哇！而家咧呢一條巨龍咧，好有聲勢啊！係啦，好有聲勢啊！上下擺動啊！雖然咧呢條龍而家咧就身在陸地，但係真係好似騰雲駕霧一樣啊，好似喺空中裏面翻飛咁喎。相信咧仲會得到咧天后娘娘嘅保佑啊！係啊，神恩永佑啊！龍頭，其實咧，我哋喺欣賞緊舞龍嘅時候，都可以留意下鼓樂啦，同埋呢個武術咧，其實都係集結喺舞龍表演之中㗎。小妹妹咧真係舞動得好精彩喎，好活潑啊！咁我相信咧係居高臨下喺觀眾席上面嘅觀眾咧應該睇得更加清楚啊！因為現在大龍咧佢就喺球場嘅中心嗰度盤旋緊啊！其實咧舞龍呢一個嘅文化咧都有好悠遠嘅歷史㗎啦。係一個民間咧傳統嘅節目嚟嘅，咁我希望咧舞龍呢個文化可以繼續發揚光大。
西邊為亂慶頭花炮都為我哋帶嚟咁精彩嘅銀龍表演。好啦，喺左面嘅入口處，咦我就見到，今次出現嘅咧又好似有啲特別喎，因為咧我見到佢哋咧唔係着住統一顏色嘅制服，似乎會為我哋咧帶嚟一啲好精彩、好特別嘅表演項目啊！係啊，今次咧到第8季啦，就係元朗潮僑花炮會為我哋帶嚟嘅鸚歌舞嘅表演啊！大家一齊先望下佢哋嘅制服。冇錯，鸚歌舞嘅表演一定好精彩啦！我哋先睇下佢哋嘅制服先啦。啊，離遠應該都會見到。特色嘅噃。冇錯，而且咧有唔同嘅顏色添啊！不過咧，我相信佢哋除咗制服係特別之外咧，應該佢哋嘅面上咧都係有啲特別嘅地方。就要大家一齊留意一下啦。冇錯，落足眼力啊，唔好錯過啊！其實咧，佢嘅正確個名咧應該叫秧歌嘅喎，因為潮州話咁佢就個秧字讀到英字咁，所以話應該其實係秧歌喎，可以。原來係秧歌舞。大家又知唔知咧？同埋咧，佢哋嘅服飾係非常之特別㗎，佢哋係扮演108好漢嘅中國人物啦，咁就所以咧有咁嘅特別打扮嘅喎。哇！即係水好似嘅故事係。係啊，大家都聽聞咗個故仔啦。如果由翻黑面嘅黑衫嘅呢個角色咧，大家叫二草喎，亦都有三草啦、盧子森啦，亦都有舞蛇姐、時遷啦，同埋船號等等嘅角色嘅喎。而且咧，據我所知，潮州嘅秧歌舞咧係流行喺呢個潮汕咧同埋潮陽縣一帶嘅。據講咧，喺清朝嘅乾隆年間，一位叫做祝之別嘅人咧，為咗避寬唔准喺民間習武嘅規定咧，於是就以拳術為基礎，以武功嘅武為舞蹈嘅舞，創出咧秧歌舞傳授俾村民嘅。而咧秧歌舞嘅主要內容咧係改編自《水滸傳》嘅，所以咧當中嘅隊員就會扮成《水滸傳》裏面不同嘅人物，例如有青面獸楊志、黑旋風李逵等等嘅。